礼拜四就是国庆日，表演队伍三军乐仪队伫中正纪念堂来义演。今年真无共的是，这个乐队甲仪队交插来行位，变化着丰富的队形。尽管这届这个义演出现着6000的这个小插曲，但是整体演出也是让现场充满着掌声。 国军整齐操前机卡，加上军乐队壮观的音乐，三军乐仪队伫中正纪念堂国庆义演，动态队形一直变化，非常精彩。顶半场三军机队配合自创的乐曲，有丰富的队形变化，不过中间有出现着6000的小插曲。 赶紧甲穿扣起来，继续完成演出。今年乐队甲仪队是穿插行位，透过这演奏歌手张惠妹经典歌曲，摆出着风尘灵形甲选手丰富队形。三军联合乐仪队最后是以胜利双十队形做结束，精彩演出要伫国庆日当天为大会活动开出好彩头。